有关大罢免，台北市罢免团体志工昨暝7点外，伫个西门町的商圈咧宣讲，有一个男子经过，因为无认同宣讲的内容，怎讲抢麦克，结果当场就互警察带转去派出所咯。 所以瑞典花了10年的时间。人来客去商圈街路，罢免志工团体当伫咧街路宣讲，不过一个查甫人却雄雄冲过来抢伊麦克。你们就是社会烂人，乱七八糟。志工扣去惊一条，查甫人回光线就离开现场，警察快到随街抓落来。罢免志工团体当时就在西门町的这一处广场进行宣讲，宣讲到一半却遭人恶意骚扰。 代志就发生伫咧昨暝7点外，台北市西门町商圈，当时高先生踅街经过，无欢喜因宣讲的内容，就行我过去抢人的麦克，尾也叫警察压起来。志工团体就来破文讲规暝除了叫什么开抢人的麦克，佮摕雨伞要甲人挡，前后上少有3件。那现场的勤务人员见状，立即上前制止，并将男子带回勤务处所。那全案讯后依 涉嫌违反选举罢免法来侦办。拜托各位，拜托大家，提醒大家。志工团体逐礼拜上少5天，为下晡到暗时啊，拢会伫咧西门町宣讲。针对昨发生的代志，志工团体无回应。随罢免投票时间变化，警察呼吁拄到意见无同的，爱好好去甲人讲家己想法，若做出扰乱规矩行为，对依法侦办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